新北市新增有一个80岁老师傅，为15岁就开始做纸糊，做超过1甲子咯。不管是零厝，也或是纸红啊，伊拢人口不倒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看起来敢若乌白切的，无偌久身躯的形就出来啊，佮斗一个红仔头。过来要做出美女的身形，这个纸甲抹糊啊，一片一片甲搭起哩，无偌久，这个身形就出来啊。啊，旁边这里要吗？哦，这里。穿旗袍了，经过详细剪裁，加上头毛甲关大鞋，总算大功告成啊。 我们终于做完成了，大概做了1个多小时。这个金童玉女，从她一块宝丽龙抱成她已经穿了旗袍跟鞋子还有头发，大概也要1个多小时哦。记者实际去做真了无简单，老师傅却是为15岁开始做超过1甲子，现在已经80岁啊，这个好手艺却是无人接班。即摆我老啦，无人学啦，哦，即摆人无，敢若有也无得烧，啊，佫有诶差足多。 老师傅高兆雄进前佫捌中风过，因为为了生活，只好继续做。他们太辛苦了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接你的。大部分都没有。那有些时间若到吼，有些我捌的时阵哦，差不多1-10天哦，拢无啥人困。一栋真水的灵厝，为厝身护灵到别种华丽配色，来自1甲子的美感，加上全手工的打造。 为破底开始坚持手工的，再来靠平，佫破较油丽，慢慢拔出零锤骨架。传统的古纸工艺看起来简单，也毋过搞工佫辛苦。加上现代社会形态改变，除了松树以外，剩的就是中原普渡，才有古纸师傅的舞台。就这款传统的工艺，恐惊会面临失传的命运。